好，欢迎收看今日4月初9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检方持续侦办火车事故，越南移工阿好啊嘛互收押，2个工程包商黄炳和、林中清互交保。房地合一税2点控相关的修法，今日伫立法院三读通过，新制度拍算7月份开始实施。中科院当地研究上届新型的雷达车见光，运输机密泄露出去，国防部长真生气。先开始，咱赶紧来关心检方持续侦办德鲁古白马事故，甲李继雄同齐去工地越南移工阿好啊，即马已经互法院收押，禁见2月日。检方嘛有找李继雄来问话，运安会即马是讲，伫2片第2片的记忆底卡内底有掌握工程车调伫树桩关键的对话，嘛已经交予检方。检警侦办泰鲁国好事故，自花莲市区的路口监视器锁定李义祥开的工程车，坐伫副驾驶座的就是越南籍的移工阿好。伫核实了认为有逃亡之余，法院裁定羁押禁见2个月。经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有逃亡的事实，有勾串灭证之余，所以已经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认为被告涉嫌刑法第276条的过失致死罪嫌的犯罪嫌疑重大，那这是羁押的其中一个要件。李伟提出代替辩护工程的资料讲，工程已经延4遍啦。施工的厂商是东升营造，其中宜昌工业社伫合约内面的工作项目是提供怪兽卡车这款机具设备。本来1/6的包商只手遮天，变成整个工程都可以他来负责，所以才会在4月2号的时候，他一个工地主任就可以跑进去工地，不是吗？有换过人，有换过人，是去年11月19号才换成李义祥，对不对？是。公共工程委员会也认为有照牌转包的可能。针对工程车搬铁轨路，运安会讲怪兽操作不当，造成车滑落去，现场有2个人，除了李义祥，也有助理驾驶。拍到影片，他在拉的时候可能操作不当，不止公路车没拉上来，反而整台车掉下去，是不是这样？大致上是如此。运安会主委杨凤池讲，已经掌握到第2片记忆卡的关键录音档。录到迄当阵处理工程车卡伫咧草坡的对话，已经交予检方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涉嫌重大的当新营造负责人黄炳和，也有甲李继祥合股的乌教林中清，嘛互检方约谈。经过透问的讯问了后，黄炳和是以400万交保，林中清以300万交保。检方嘛讲，无排除要叫李继祥登去工地现场模拟一届。承包商的工程车处理铁轨路，造成代替德鲁古和白链的意外，致使严重的伤亡。花莲地检署查获所在相关的公司甲徛家拢总10米的所在，而且透明核实拢总14个人。落尾民房康工程承包商东新营造的负责人黄炳和，甲李继祥合作投资的林中清，去予检方以违反采购法，同时以新台票400万甲300万交保。这个是我们依照这个犯罪的情节，来设定这个保证金。那保证金的意思是确保担保他之后会到地检署来接受后续的侦查。那本案目前仍然持续的侦办当中。这届检警为着要理清东新营造，敢是以照牌的方式，互下底的包商来施工，包括林中清因后生甲因牵手，拢互带转去问讯。落尾2个人是无报请回。检方后手嘛伫咧扩大约谈相关的人士等等，嘛无排除互在押的李继祥，搁转去工地现场模拟。事实上，代替这届重大的事故，嘛互各界关心讲，袂少承包商拢是利用照牌转外包的方式，轻轻松松摕到承包公共工程的资格。连地业务副董事长孙明志早起嘛召开记者会批评讲，这根本就是无咧要义人民的生活，也有生存的权利。面对很多问题，我们觉得要用揭弊的方法呢，是最有效、最快的。一件弊案在发生时候呢，一定是很多人都知道、了解，但是呢，他没有这个方式，没有管道啊，在怕受伤害的情形之下呢，
不敢把话讲出来。说明地表示，若是会当有押出备案保护奖励的机制，就会当互才会知影招牌等等类型的人员勇敢徛出来。因为安尼，伊提出1000万的奖金，鼓励知影才会公共工程备案还有安全问题的人会当徛出来，才会当避免才会危险的代志搁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台铁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内部气氛嘛真沉重。伊向红看做是较瓦资方的台铁企业工会，会知影嘛有提出改革的做法。因是建议台铁伫西部开北高快车，东部用座位较侪的 PP 自强号来营运。台铁企业工会讲，唔免讲公司化讲甲遐远，现此时就会当做改革。铁路局败马事故夺走50人的性命，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各方要求代替改革声音真多。交通部夜政区慢慢调向公司化，坚持反对公司化代替企业工会，再去对员工发出快讯，强调改革无需要公司化，内部马上应调整。应将速度较紧的普悠玛甲铁路局调往西线，开北高直达列车。虽然速度甲高铁比袂过，毋过毋免转车到市区。另外建议东部干线以座位数超过600的 PP 自强号营运，比座位数只有360左右。普悠玛铁路局有希望解决买无票的问题。高运量的，你把它拉到东部干线去运营，那其他的你可以把它拉来到西部干线。目前来讲，因为受限于政府对台铁的限制，时刻表上应该很难找到所谓的台北最快的班次，几乎是没有。不过台铁目前伫都会区已经捷运化，区间车班次密集营运。那北高要走快车，对营运班表甲列车调度是一大考验。以运务甲车站人员组成的台铁产业工会也无认为，即嘛是公司化的适合时机。产工主张人员也是先教会，互白班合理，员工未过劳才是根本。比如说提高员工待遇，留住人才，还或者是改善所有机器设备，然后最重要的就是重塑整个组织的文化跟经营管理嘛。先做到企业化，那进一步朝公司化的方向来做规划，而这个都需要很好的设计跟配套，还有跟各界来沟通。交通部长林佳龙前一天游玩到花莲事故现场，被问到代替公司化，伊回应票价是爱思考的课题。不过代替内部对起票价有真侪声音，因为你起到合理的介绍，恐惊爱变一倍。若是起价无法度起足，无够成本，阁排到起价骂名，拢需要多方的考虑到。记者综合报道。德鲁古事故造成50个人死亡，互社会大众开始关心台铁改革的进度。学者是表示讲，台铁风险管理无及格，建议台铁会使学捷运公司，也是由政府做国家改革小组，而且层级一定爱到总统，也是行政院长这个坎站，爱先对台铁的财务也有交通安全大性处理。泰鲁国号事故造成50个人不幸死亡，怎么又阁有改革台铁的声音？政府也宣示。改革台铁是一定爱做的。根据台铁109年的统计，一般行车事故总共58件，显示台铁伫咧确保行车安全上无积极的作为。对此学者讲，台铁风险管理无标准停时，总体检验报告也无做好。只要有，我们就审核让它通过，就解除列管。但是这些改善的方式怎么执行？执行有没有成效？完全没有审核，一定要上到最高层，由总统跟行政院长来宣示我们改革的方式。林佳龙部长上任，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注重行销，台铁把很多的人力跟精神拿去做行销。黄大兴讲，台铁也是这件代志的受害者，包括民众无同意普悠玛号、泰鲁国号起价，台铁运能无够，有人要求台铁爱关班，造成过度使用。另外，政府把重心放伫咧行销台铁，也造成台铁发生问题的原因。台铁的改革首先就要顾好安全，才有法度行销。学者建议，台铁当学捷运公司，由政府做国家改革小组入去台铁辅导。短期内能够让它立竿见影的，真的就是做所谓的进场入驻这样的做法。把我们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或者是刚刚说高铁也好，或捷运公司的也好，这些优秀的人员，
国家把它延揽过来。台铁每年负债超过20亿，总负债超过4000亿。学者讲，台铁每年拢亏损，也一直发生代志，造成台铁员工士气真歹主要原因。财务的改革是一定要做的，政府应该编预算，同时改革的战绩也要上纲到总统甲行政院的战绩，看部会监督，台铁才有法度由内到外真正做改革。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为着要打压刺激，立法院今日3读通过房地合一税2.0相关的修法，新制度打算对今年7月份开始实施。立法院今日3读通过房地合一2.0的修法，规定2006年了后，你的房地产有售厝也是特定的股权交易，2年内就卖出去要扣45%税金，超过2年无满5年就卖出去要扣35%税金。要利用重税来压制炒房炒厝价，新制度打算伫今年7月初1开始实施。来关心全国环境会议伫今仔日举行，针对保护海草礁发起公投这个议题，公投的发起人潘忠正是强调讲，咱总统蔡英文去年有答应讲，要针对海草礁的议题，由行政部门来建立沟通的平台，要开类听证会这款会议，也毋过拢无做。环保团体代表嘛讲，伫4月2日世界地球日进前，会提醒蔡总统爱照拼照行。伫初九举行的全国环境会议，颁发终身成就奖予学者黄焕章，表扬伊长期以来注心伫事业废弃物污染等等的环境调查，以科学证据压出环境污染重大贡献。我今天最重要的是要跟各位讲，土壤是要留给子孙的，土壤是我们要交棒给子孙的，我们不能这样糟蹋我们的土地。这个全国环境会议持续关注土地正义等等的议题，也那海草礁的议题嘛是这个的重点。因为进前海草礁公投联署代表人潘忠正，甲农委会主委陈吉中见面的代志，也引起支持海草礁的团体，敢是内部意见无共款的讨论。针对这点，团团强调讲，虽然大家主张无共款，不过保护海草礁的理念拢是一致的。保护藻礁是一个共识，好，至于说，保护藻礁要怎么做呢？因为目前大家都在提各种想象的方案嘛，好，那在包括呢，那个资讯还不是很透明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个共识还有待努力。有讲要开迄个类听证会，上尾啊，咱知影讲嘛是无开。所以我感觉这部分总统应该来回答阮互咱了解讲到底什么原因，你家己讲的话，你也拢无做到安尼。潘忠正强调讲，蔡总统去年答应讲，针对海草礁的议题，会指定行政部门来负责，建立沟通的平台，而且要举行类听证会，不过拢无照片照行。这个会议讨论了后，团代表会伫4月2日世界地球日进前，甲意见交予总统府，提醒蔡总统都要实现承诺，嘛希望政府会当举办有法律效应的听证会，互民众会当更较清楚知影讲保护海草礁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青年日报》进前有刊一篇报道，予中科院当地研发上界新型的雷达车见光。这篇文章嘛，予外国媒体提起报，了后咱就受美国在地协会 AIT 的关心，讲哪会甲海军的机密泄露出去。国防部长知影了后是真生气，要求查办。《青年日报》伫进前刊登一篇由海军的中平军舰副导长所提供的这件平乌马经运补任务时阵的相片甲文稿，内面有刊出中科院所研发的双新型轮型被动雷达车，互外国媒体引用了，团讲 AIT 真关心。虽然文章即马已经提掉，不过也团讲国防部长邱国正真生气。下令爱严查，专家分析，因为代志涉及到重要的自通电装备，而且其中可能有美国方面提供的相关技术，才引起美国高度的重视。这是中科院针对资通电这个部分所研发的新装备，但对于它这个相关的部署和使用的状况，其实一直都不是很清楚。我认为美国人可能会觉得，你们的保防意识或相关的准则规范可能有点问题。军事专家讲，这个雷达会当讲是中科院2018年研发的修法分离多机雷达的升级版，是机动型的被动接收系统，有先进的相位阵列架构，利用多角度目标的侦测能力，对抗反辐射攻击武器，探测稳型飞机，譬如讲中共的歼20稳型战机。
是无对称作战的重要装备。这种机动雷达在战时的时候，可弥补我们这种固定雷达阵地被摧毁损失，可以进行我们的整个探测网络一个补盲或者弥补作用。因此，它任何的调动相关的作为来讲，对国军来讲，绝对是一个很机敏的部分。海军司令部发新闻稿讲，保密是军人的基本责任。不过，并无针对个案实施专案检讨，也无人员受到处分，并经媒体报道。因为海军是这次被指控的对象嘛，那所以由国防部很郑重的告诉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雷达车的这个照片不应该泄露而被泄露了。不过，立委呼吁应该以国防部的战机回应这件代志，是受涉密或者是听取，才法度让国人了解安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的国徽甲国民党的党徽生做真相像。内政部即马有提出报告，讲要改国徽无简单，所以建议国民党改较紧，这是引起国民党的不满。内政部嘛回回讲，敢若是建议，并无强制性。伫国民党党部的外口，青天白日的国旗甲党旗伫风中扬飞。立法院1月底通过时代力量的提案，要求内政部评估改国徽的必要性。内政部册白表示，国徽运用的所在真宽，伫国际上有辨识度，唔通凊彩来修改。不过国徽甲国民党的党徽看起来真相像，党国不分的时代已经过去，政党的票种应该对时代的变迁尊重国徽来做调整。那政党的这个自由化跟民主化。那有一些徽章，政党的这个徽章也可以有一些更易的状况，仅就这一块来提出。国民党表示，国民党的党徽有历史的意义，是以政党法向行政部核备的政党票章，批评内政部干涉党徽根本是违反宪法。另外，立委支持国徽甲党徽要有区别。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批评民进党根本是代志颠倒操作，想要消灭国民党。党徽是先于国徽，而且我们应该反过来请教民进党，认不认同我们的国旗跟国徽？民进党不要本末倒置哦，也不要认为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消灭国民党啊。国徽跟党徽一直被混淆不清，这个已经是一直存在的一个话题不能因为它反弹而把这件事情停摆。并没有特别去提到说要求哪一个政党要做更改啊。不过，内政部处长陈宗安嘛回回讲，这份报告是属于建议的性质，并无强制要求国民党都要改党徽。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美国最近连续发生真侪件枪击案，造成重大的伤亡，这嘛互枪击的议题搁一摆受关心。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宣布讲，伊要管制枪击和攻击性的武器，也毋过共和党反对，批评安尼做违反宪法，支持会使有枪的团体嘛讲因要提出诉讼。Gun violence in this country is an epidemic, and it's an international embarrassment. 美国总统拜登甲司法部长加兰德吹背伫咧白宫玫瑰园，宣布上任了打击枪击暴力的第一套行政措施，要阻挡大规模谋杀、社区毁案甲自杀案件继续扩大。司法部伫30天内会公布相关法案，限制家己伫咧厝内组装无注册也无法度追踪的幽灵枪击。另外，针对一种伫咧网络顶就当买到，会当甲手枪变做低光步枪的手枪稳定装置，也依法提出国家具体登记管理甲背景的调查。We should also ban assault weapons and high-capacity magazines in this country. Nothing I'm about to recommend in any way impinges on the Second Amendment. 拜登讲，枪击暴力已经是危害人命的公共卫生的问题。每天有上百人互枪杀死，也有几落百人受伤。中国家伫乔治亚州3间RA经营的资料馆，互枪手连续攻击，造成8人死亡了。无讲一礼拜，科罗拉多州又搁发生造成10人死亡的枪击暴力。这两件重大案件之间，又搁发生800多件枪击案。希望国会赶紧行动，通过枪击管理的相关立法。They've offered plenty of thoughts and prayers, members of Congress, but they've passed not a single new federal law to reduce gun violence. Enough prayers. Time for some action. 拜登也指示司法部发布红旗法的范本，让各州会当依次起草家己的法案。
温存执法部门接收较可能伤害家己或者是他人的枪。另外也讲，既然植入美金的枪支产业，无应该继续享受豁免权。严过共和党是自头到尾反对枪支管制。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批评安尼施做侵犯守法公民的权利。正经设立庞大美国保险协会，可能会用法律的方式来动。在此同时，美国的南卡加德州又个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6个人死亡。公司新闻是会中报道。香港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走去英国特别一冬，伊伫面册顶头讲，伊即马已经摕到英国的政治庇护。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是批评英国违背国际法，严格英国政府即马颠倒宣布讲，因要拨预算来帮助有海外国民护照的香港人会当去英国生活。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伫社群媒体证实，伫经过4个月纪录片的会谈了，已经接到英国内政部的通知，伊申请的政治庇护已经批准。伊讲，因为国安法被通缉，互伊伫咧严重的政治迫害下，登去香港绝对有风险。对此，中国外交部批评英国干涉香港的司法。英方如公然为港独分子站台，为通缉犯提供所谓庇护。这是粗暴干涉香港司法，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违背英方一向标榜的法治原则。刘立坚讲，英国应该赶紧把创国解回来，停止干涉香港的事务加中国的内政。伫港版国安法立法了，英國嘅這個行動加深兩國之間嘅緊張關係。我哋呢一班喺海外嘅離散港人呢，就有更加大嘅責任同埋義務係去繼續發聲，係去鞏固翻香港民主運動喺國際之間嘅支持同埋關注。27歲羅冠聰不參加學生運動，要也正做香港史上上少年嘅立法會議員，也擔任香港眾志創黨嘅主席。不過港版國安法去年6月通過了，羅冠聰設計走到英國，要互港警通緝。So I will keep fighting with my much needed position, and I hope that democracy and freedom will come to Hong Kong soon. 就伫羅冠聰得到政治庇護嘅同時，英國宣布提供將近17億台票，幫助替海外國民護照嘅香港人伫英國找道路、找厝、甲讀書。公司新聞陳慧琳、張建光編輯。來關心恐怖組織伊斯蘭國頂個月24，講莫桑比克帕爾馬嘅恐怖攻擊是因做的。警方查緝的時，又閣發現12個遺體。這個所在即馬當得起大型的天然氣工廠，有誠濟外國資金，所以研判講，互斬首的遺體應該是外國人。艾馬魯拉飯店內面的犯罪現場，物件也甲歸死過。飯店外口車的擋風玻璃頂，也閣看到槍支孔，就知影案發當陣恐怖的情景。而且也發現12具被斬首的屍體，可能攏是外國人。A segurança realmente existiu, mas os insurgentes foram um pouco mais fortes, conseguiram arrombar os estabelecimentos e tiraram 12 cidadãos de nacionalidade diferente. 莫桑比克北部生產天然氣的帕馬爾，正伫咧去非洲上大液化天然氣工廠，正侪外資入來。3月20日，伊斯蘭國講攻擊案是因做的。迄當陣，正侪國家的包廂駐點人員走到這間飯店裡，有人被殺害，隨即發現屍體。隨背伫咧莫桑比克首都馬布多，辦由6個國家組成的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緊急會談，會後聲明不准這樣讓人憤怒的攻擊，在無適當的行動回應下繼續發生。也同意技術性部署莫桑比克。I finish with Mozambique. I'll try to sell my company. Cannot stay. I've got family. I need to take care about them. 伫帕馬爾德爾加度假省，10年前發現正豐富的天然氣，就吸引外資來開發，資金有到600億美金。發生這邊攻擊案了，開發商大家攏真驚。外國石油業者到達爾就被放棄幾多10億美金的投資計劃。恐怖組織伊斯蘭國自2017年以來，連續在莫桑比克北部發動攻擊，人道危機愈來愈嚴重。聯合國統計，2017年到現在，67萬人都離家園，超過2600人死亡。公司新聞吳玲編輯。
选美是800款，伫斯里兰卡是举行斯里兰卡太太的选美比赛。结果顶一届的冠军指控新的冠军已经离婚啊，无合资格，嘛硬甲人的血管当场扭落来，转互以现行犯互掠去。即马新的冠军嘛要对伊提出告诉。这条2019年斯里兰卡太太名会主理蔡被告保，因为强行摕掉黄秀小姐血管被控伤害，按算19出庭。主理被逮捕指控帅气还阁上法庭，因为伊伫测试这场选美比赛当中，互人惊一条的举动。31岁德西尔瓦得到斯里兰卡太太名号，伫血管了后，欢喜甲感动只有几分钟。I have a small request. As per the Mrs. World Inc., there is a rule that you all have to be married and not divorced. So, I'm taking my first step saying that the crown goes to the first runner-up. 讲了后，主理直接行到德西尔外面头前，将伊头壳顶的血管强行摕落来，也因为头毛低调咧，无跪半步。主理摕到血管了后，就家己为得到第2名的小姐家提起哩。这时阵，德西尔瓦哭出来，赶紧离开。大会伫册6宣布德西尔瓦资料，审查无错误，当即就将名号中心颁发予伊。佮表示主理伫台顶行为真见效，希望伊公开会室内，也要采取法律行动。ඒකට තමයි මේ තරඟකාරයන් 20 දෙනාම මේ ඇග්‍රීමන්ට් එකට සයින් කරලා තියෙන්නේ සියලුම සුදුසුකම් සපුරලා. 德西爾瓦事後澄清，伊是甲先生分居，並無離婚。 මගේ ජීවිතේ මට වැරදුනේ බලාපොරොත්තු නොවන විදියට. හැබැයි ඒ වැඩිච්ච හැම තැනකදීම මට ශක්තියක් උනේ මගේ අම්මා තාත්තා. 德西尔瓦重新得到名号了后表示，斯里兰卡有真侪个同款的单亲妈妈承受痛苦，血管要献互因，也讲这一摆代志造成伊阿妈棍受伤，伊可能会采取法律行動。公視新聞黃雲玲報道。鏡頭個等下來關心咱台灣甲別流的旅遊氣泡，對4月7日出發了後，後壁第2團甲第3團出團的人數敢若10多人，頭少少800。那今仔日是頭一團等來咱台灣第5天，這5天因攏愛做自主健康管理，閣愛做第2擺採檢。有人是認為講傷過嚴啊，新光病院的副院長嘛有出面發聲，建議愛放零。 如果要采行14天的自主健康管理，是不是可以考虑针对旅游回来的旅游泡泡的这一群人的自主健康管理，能够跟目前现行的一般自主健康管理做一点区隔？譬如说，是不是可以在有条件的限制下，譬如说聚会不要超过50人，而且能够实名制的情况，那譬如说是在包厢里面聚会或者是开会，就是说它的防疫作为是可控的一个情况之下，能够放宽给这些去旅游泡泡回国的国人比较宽松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洪主任是认为讲，放零回国了后的限制会当增加民众出国佚佗的意愿。秘鲁政府嘛宣布讲要取消部分的费用，嘛要吸收部分的费用，互团费会当变较俗的来增加咱台湾民众去报名参加的意愿。嘛佫讲，因要补助大家旅客25块的美金，去包括佚佗的门票，还佫一寡参观的费用。 另外，疫情指挥中心伫头段嘛有开记者会，是宣布讲，今仔日咱国内新增加4例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拢是对境外带病入境的，是有对意大利、菲律宾还有英国转来台湾的。另外，头一批去别流佚佗的旅游团，今仔日做第2届采检，结果呢，爱伫4月11日时才会出来。啊，若是全团拢是阴性的，就可能会当放零回国了后的限制。来听疫情指挥中心下晡上最新的说明。 新增了4例的境外移入 COVID-19 的病例哦，那自意大利啊、菲律宾跟英国入境啊。这例其他疑似严重不良事件是20几岁的男性，那他是接种后有持续的发烧头痛，那曾到急诊就医，那目前症状已经缓解。就是帛琉团的部分，因为他到这个11号之前的检验结果还需要等待了，所以当然就是观察这个第一次首发团回来的这个检验结果，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了啊。如果说都是阴性的话，那未来这个松绑的可能性也会比较高。对。继续来关心德鲁古
自讲拍出列车跋落马，造成严重的伤亡。部分罹难者的遗体是损断甲真严重。咱来自全台湾遗体修复师第一时间就赶到位，目前已经有100外人次。因无固定的班表，若是做甲忝啊，就退手。希望要互家属看到甲普通时啊同款好好的亲人，送因最后一段路。倒手大武公会1楼先用卫生纸切切的原本咧做遗体修复的修复师，赶紧到花莲殡仪馆内底主治病院临时设的医疗站处理。工作过程中会被手术刀划伤啊，或者是被这个缝合针刺伤，那甚至在这个遗体上面会有一些破碎的玻璃。互天检测到，或者是被罹难者身躯碎玻璃刮伤。其中一位修复师手几下的空碎，因讲已经管事啊，只是为医师烦恼感染风险，决定伫现场替所有修复师做破伤风，也有抽血检验功能。因为照到自己这些大体，有的它的这个卫生状况不是那么好了啊，那所以可能有很多的细菌，再加上这些大体它原来有没有什么，比如说肝炎呐、这些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会用医院里面感控的作业标准来协助他们。多谢医护斗3天，修复师佫开始工作，因为这摆修复难度比以前佫较困难，平均2到30点钟才完成一区。不管是头、身体或者是脚这些，包括脚趾头这些，我们都是要就是慢慢的帮它拼凑完整。那如果缺失的部分，要帮它塑形，因为它真的很可爱，很可爱。然后就说就都不痛了，然后这些姐姐哥哥他们会帮你修复完整，然后你就乖乖的跟菩萨去。组成志工团队协助修复，调解人陈修正强调，拢是检察官上验，家属确认而且签同意书了后才作业，克服艰难甲心痛，只求公职圆满。记者综合报道。道路列车发生事故，各界拢正关心铁轨路边施工的安全和防护的问题。行政院工程会即马嘛发现讲，台铁伫台东、鹿野、山里路段有一搭边坡，即马咧做整治工程，嘛是将挖进铁轨路，毋过共款并无做防护措施，要求台铁爱去改善。台铁嘛讲，因会随去做。这是华东铁路3里路段，铁路边啊拢是山坡地形。附近居民表示，若风太大雨，这路段常常发生土石流。去年台铁做边坡整治工程，即马还咧做，因为这一摆发生太鲁阁号列车拢时间工程车事故，民众请烦恼坐车安全。我也是会怕，他生活运气不好的就会去碰到。行政院工程会彻查到现场，发现施工地点真换铁轨路，毋过无设安全隔离甲防护措施。台铁台东工务段表示，这边的边坡整治工程甲发生事故北回线、清水磅坑边坡整治工程地形无同，范围较细，未有大型机具，甲车辆进入，毋过已经要求包厢。查到爱将施工的工区甲铁轨路做隔离，保护铁轨路安全。我们都会再加强。我们所有主管他都必须要去稽巡都必须去注意这些点。今天就会去施设、去打设这些钢轨状的挡土设施，把它保护起来。台铁台东工务段表示，即卖加强这个路线的巡查，毋过只是无法度施工，爱等暗时铁路路线封起来，搁做保护措施的工程。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即阵咱欠水欠甲真食力，中部已经开始咧实施5天有水、2天无水的限水措施。所传出讲有工厂亲像是违法偷污井。伫台中新港有民众就讲，这几天看到大型的水车出入入，抽水量阁真大，烦恼会影响高架桥的安全。台中市的水利局表示，因并无接到申请，所以有人去偷抽水，所以要惩罚地主12000块。稽查人员入来到工厂咧翕相片。水井的水管是新的，伫个外口还佫有水车引导水管咧接水。附近的民众讲，常常看到大型的水车来遮咧载水。内底1台啦，外口的佫2、3台啦，拢咧卖水啊。哎呀，国道4号敢袂足危险？
民众讲，常常看到水车出入入，差不多是逐台车拢载满满。由于讲，这座台中市新光区的工厂因违法抽地下水来咧转卖，不过中部地区伫初六就已经启动分区供水，烦恼讲安有可能造成地层下陷，再个挖国道4号有可能会影响到高架桥的结构安全。工厂业者出面来咧赔回讲，这口井早就有啊，只是讲最近提供予朋友来做民生使用。台积电挖出来就是公司的啊，都落港啊，还有人压排做高大应用的呢。哦，做叫完不了对。啦，我买来都有啊，呢啊，伊当初有申请无申请，我嘛唔知。业者讲，因无咧卖水趁钱，只是来到达限水的方案。台中市水利局讲，因伫咧接到检举了后，初六下晡就去现场稽查，确认这间工厂有一口还未摕到水源的水井，而且有抽水，就照违反水利法甲罚12,000块。来申请凿井，那同意了以后，他就可以去凿井。凿完井以后，他要来申请所谓水权的取得。水利局表示讲，是毋是有转卖水，这要阁爱查。不过弄井都爱伫咧非地下水管制区内底，而且爱事先摕到水利建造物兴办许可证。目前除了要求业者爱报警，假使因若是煞咧来提水，安尼就会连续来甲罚。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考划高雄市要甲凤山水库咧提供予民生用水的水量，对2万吨提悬到5万吨。不过环保团体是讲，凤山水库水源是东港溪，东港溪水质是真歹。过去拢是提供予工业用水，即马要摕来做民生用水，讲袂过。政府应该爱先改善东港溪污染。凤山水库这个水就是为东港溪引过来，经过几落道顶输净化了后，本来敢若当作是工业用水，即马因为欠水，要转做民生用水。长期以来，这些水就是水质不好，所以只能供应给工业用水。但是因为最近的这个旱灾实在太严重，所以政府就启动了一部分的这个水来用给这个民生用。因为那都是排泄物啊。对啊，虽然会净化，但是就觉得，就算不是喝下去，用洗澡也是一样啊，对啊。水的来源可能是互污染过，自然水公司表示，这是无水通用的状况之下，来参考的水源之一。不过，这水源拢会经过净化，确保会当使用，才会当提供，而且这水量占比例是非常的低。水质标准之后，好，那我们才会来做这个，再经过一道这个净水处理，符合用水的标准，才会送给民众使用。高雄的这个民生用水总共是有100多万吨，大概3到5万吨而已，所以它用量其实是很少的。没有成立了因早鸟稽查无价值的行动计划，那另外也有辅导的一个策略，联合农业单位进行那个废水处理设施这个补助。屏东县政府回应，东港溪顺过去是高污染的河流，经过这几档的努力，水情已经慢慢改善。目前嘛规划真济的方式，加上辅导业者来改善，希望用真济的方式做伙来做，让水质变了更较好。记者王柳婷、陈显坤个人报道。镜头来台南中西安边区的清洁队最近有流出一段影片，内容是队长在做事的时对队员歹呛讲歹听话，转互投诉。台南市的环保局是表示，这敢算是工作场所的霸凌，爱个调查，也阁会要求顶司唔好歹性地。我要讲几届，你家己去看嘛，我来看你，然后来过来。台南中西安平区清洁队是流出一段影片，一名清洁队员整理完环境了后，队长巡查的时阵，煞去认为无扫清气，队长竟对伊讲歹听的话，搁甲恐吓，疑似一场的霸凌，互这名队员是身心受创，竟对区队长提告。他说我没有做好那个区域，那个其实不是我们环保局负责的部分，对。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会针对这样的部分？就上班都是每天都是战战兢兢，倍感压力这样。对此，台南市环保局嘛介入调查，初步是认为，因为队员已经真济次无完成工作，队长只会用恰当的话来甲骂。但是区队长因为工作的需求，要求队员并无唔对，但是伊讲话口气是确实唔好，未来会要求各区的队长巡查的时阵爱注意讲话的口气，而这敢有构成一场霸凌，这就搁爱请教法制室。
队长在要求路面的一个干净度，然后我想这个是管理上的必要性啦。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至于有没有构成霸凌的话，然后我们会依照相关的一个程序来演绎。透早伊第一个动作就是一定要去巡扫地班的路线，经常常一个头家啦，一个员工啦分单，头家敢有遮好喙？有哪甲你讲无可能嘛？一定爱石头路嘛。毋过大家就靠说讲是环保局。另外，除了调查敢有构成霸凌之外，根据环保局劳工工作管理规则的规定，若是真侪厝拢无法度完成分内的工作，环保局嘛按照相关的规定来处理，以将政府担报道。饲狗饲猫来做伴，有民众买饲龟来做动物伴。因过台中是传出讲，有2个细汉囡仔蒙久了后，全无去洗手，出现发烧、腹肚痛的症头。医生嘛验出沙门氏菌，检判应该甲饲的龟有关系。医生是呼吁大家伫厝内甲动物伴耍耍，一定爱洗手。这只龟慢慢啊白，毛有相当的古水，有真侪民众要等去处理，饲来做宠物。不过最近煞有2个囡仔连续发烧、腹肚痛，被送到病院急救。经过医生了解相关的接触史，才发现这2个囡仔的处理拢有饲龟。进一步对患者采检化验，发现了沙门氏菌，终于找到病因。小乌龟它的粪便一定有沙门氏菌，那是共生的，但是对它来讲是一个和平相处的，所以是这样。但是我们孩子养乌龟，它对清洁，它周遭栖息的地方的清洁度，它没有像大人这么样的一个讲究。医生表示，若是感染沙门氏菌，会有腹肚痛、发烧、要吐的症状，可能并发严重的脑膜炎甲骨髓炎。呼吁无宠物了后，嘛是要清洁双手，避免感染造成身体无爽快。龟的品种真多，想要饲来做宠物，嘛是要特别注意是不是保育类。如果是持有那个保育类的，不管是本土的保育类，或是说进口的那个保育类的乌龟的话，那一定要到各县市政府去办理登记。没有登记的话，是罚那个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大陆市农业局表示，若是国外物种，不管是输出输入、买卖、订立等时，拢要以野生动物保育法来申请。国内的物种，个人袂使持有，当然有核数单位会使申请。非法持有上重会使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民众应该加注意。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中央大学安顺伫桃园北地区设中大病院，被打造智慧医疗照护系统。计划书嘛已经通过地方政府的审核，安顺伫2027年要营运。除了这一间，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嘛拢打算要去桃园设病院，也是诚意园区。桃园市八地人口是增加了真紧，目前已经有20万人，也毋过八地敢若有诊所，无区域病院。中央大学就设中大病院，因的计划书伫桃园市医审会已经通过，会送卫福部审查。按算今年完成 BOT 的招商，2027年会开始营运。八德地区也是没有中大型医院，所以我想到说，我们如果能够在那边盖一个医院，用最前瞻的技术来造福乡民，另外对我们的学校的研究发展也都很有帮助啊，是一个3赢的角色。中央大学伫八地校区，土地有2.6公顷，地点伫捷运绿线主控1站的对面，交通真方便。是以发展预防甲精准医学为核心的智慧健康创新园区，包括中大病院、甲智慧健康科技园区，也有新创基地甲国际人才培育中心。我想期盼透过这些大型医院的设置，让桃园的医疗资源更优化、更普及。另外，清华大学嘛伫A16站规划医疗园区。明年2月份就会正式合并的阳明大学甲交通大学，伫青埔设置成医园区，还佫有阿东病院，嘛会伫内力较早远东芳一个所在去桃园阿东病院。记者综合报道。药仔菜类英国要外销是较困难，也毋过即摆婚林赛地有找到新的技术，用真空冷藏土地包装的方式来保持药仔菜类的青度，会使当1个月。即马嘛，甲婚林的小白菜、汤丝仔菜，当一本较袂动的青菜，用船卖去澳洲，降低运输成本，嘛拍开新的通路。药材采收后进行真空的移冷，佮透过雕刻式的保鲜地包装，就会当延长药材保鲜的时间超过30天。因为药材类无法度长时间保存，过去若外销拢是空运，但运输的成本悬，无符合成本。现在合作社和民间业者突破保鲜的技术。将药材透过专运
外销到澳洲东北方的马绍尔群岛。就是用真空印，整个环节做起来，在最后用气条保鲜的袋子来把它封霜，可以延长又稳定的供应长距离的运输。可以，我们未来的叶菜类可以不用空运就可以达到我们目的地。国菜生产合作社表示，空运和海运成本1公斤差780块。虽然雕刻式的保鲜袋比一般的塑胶袋贵5倍，但运用在蔬菜的外销成本上，1公斤的蔬菜只要开1块。对此，产业农会表示，保鲜技术的进步，希望会当带动未来蔬菜产销转变。空运的成本比你采都较贵，所以现在我们突破了这个瓶颈之后，咱把只要我讲。咱得用船运的方式，用钢给咱做这运销成本，持续的去扩展其他的市场啦。那我们当然也希望更多的我们的合作社厂或者是农会或者是出货者，能够注重保鲜上的技术。农处表示，台湾所果水分和甜度高，那等到运输无控制好保鲜，那出问题外销市场就无法度持续。但现在当透过保鲜技术的加值，延长蔬果的寿命。原来是赌上生产绩效无好时，就会当有寡侪销售的管道。记者为你报道。镜头来屏东潮州为着要鼓励生囝，公所对去年开始生一体就补助1万块，补助一档了后，即马发现讲潮州去年出世的红鸭啊，比去年有增加3成6，效果那亲像袂歹。屏东潮州镇公所去年开始，每生一体补助1万块的生育补助。这个政策今年满周年，效果袂歹。去年出世的红鸭比去年增加36.4%。去年我们整个挹注出生补助以后然后整个生育的提升到36%，前年是200出头而已。那我们去年的生育率提升到280几位。整个比例就提升整体提升36%。其实，在整个面向里面，生育补助我们潮州不是在这个福利区块不是最好的啦。镇长讲，潮州有先天的优势，除了是屏东商业经济中心外，这几年包括铁路高架化、代替机场等等重大建设，和交通更加利便，嘛增加就业机会。镇公所认为，虽然增加1万块的补助，背后父母加生一个囡仔，生囡仔意愿无一定会增加，不过会增加父母伫咧潮州报户口的意愿。未来可能包括我们的户数一直在提升的同时，会吸引其他各乡镇的乡亲朋友愿意来入籍到潮州或是住在潮州。那生育补助的这个因素就是说，我们让年轻人在结婚的时候不会有那种意愿说迁到别的乡镇去报户籍啊。根据内政部资料，2020年台湾人口进入负成长，少子化已经是高安危机。每一个乡镇积极的抢人，高龄化的社会人口不平均的问题，也是台湾社会极大的考验。先天优势加上生育补助，统计数字嘛显示，潮州成功为别个乡镇抢到新生儿的实质。记者综合报道。阿里山风景管理处真有心，最近是请一寡台文团体替阿里山附近的店头设计台语文的菜单，嘛用台语文做观光导览。店头家准备各种食物，要让大家知影家己在地好料，而且为着要推广台语文化，这店头菜单嘛拢使用罗马拼音，互游客通好知影在地料理的台语讲法。如果他们真的不会念中文啊，他们觉得 OK， 我可以试试看说那个罗马拼音。我们希望就是说透过一个名称，然后透过一个菜单的演进，然后能够跟这块土地、跟我自己的家乡能够多一点的连接。阿里山风景管理处就要串联阿里山沿路的观光点，邀请家己市母语文化教育协会甲家己市相关团体，以台语文化做主题，推出台语菜单、台语导览服务。希望讲这个计划咱继续邀请更加侪有意愿加入这个台语的友善店家的好朋友，咱做伙来推广母语。在嘉义市这边住宿，然后到我们的大阿里山的这个各个区域去旅游，大概排2天1夜或2夜3天的一个游程。母语教育协会表示，因进前就一间替真侪店头翻译菜单，除了使用罗马拼音，嘛要注意店家的使用习惯，希望会当为食物落手，让台语文化会当愈来愈普遍，愈来愈接近生活。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去年北港有一个
真特别的灯会用真百支竹仔来设计，嘛邀请工艺师来做高压灯，佮甲北港马的历史合作伙，充满在地特色。带乡亲咱同齐来看。粉林北港旧地号名叫做本港，是古早时代移民开垦的地点，也是商业往来的重要港口。打北港工艺坊伫巷仔内底办灯会，邀请工艺师创作，佮用上百支的竹仔来装炭，用电火球仔、水道头的水来呈现北港的形象。然后最近我们就是想说，可以用这个竹子，可以把这个我们北港的意象把它呈现出来，因为苯就是由竹子跟本这2个字组合起来，所以说叫苯。它有一点叫竹本清新谓之苯，然后有一种谦虚的一种意涵。然后水向百川汇流港起来，就有一点类似一个港口。早期北港也是一个河港。另外，北港的宗教中心朝天宫妈祖庙做高压灯的师傅李建南，就掠在地宗教做主题，做人生欣赏的高压灯。我做一个千里眼跟顺风耳，因为我们在地是北港妈祖庙这边，那我就想说要做在地特色的。1970年代，威权政府出版《国民生活须知》，讲是要推现代化，其实是规范人民的礼数和行为。大为优惠工艺师所准识，甲这个有时代意义的产物和现代的防疫结合，强调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其实不管是当时或是现代，都是很需要去注重这个卫生方面、生活方面的一些民生方面的一些要注意的事情。所以国民生活须知，它是要教导大家去做好这些功课。因为有人捐电钱，灯会延长到5月初9母亲节。不过，干那礼拜时才会点灯，有兴趣的民众会使来行打。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文化创意设计博览会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举办，不过今年的文博会确定要伫4月16举行，特别有设嘉义馆、甲花莲馆、小介这2个所在的文化特色。去年台湾文化创意设计博览会因为疫情无办，今年台湾文博会就要伫4月中开始啊。这摆台湾文博会以 Supermicro 数据庙为主题，表示台湾是一座结合各界百样文化、侪微小的相信所组织的都市。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流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相信一件事情的方法。所以，当我们愿意共事的时候，这个小小的力量就会开始凝结起来。这摆文博会以北回归线作为发想，按照北回归线有经过嘉义甲花莲2个县市为主题，设置嘉义馆甲花莲馆，表现当地特色文化。嘉义这么样一个作为台湾很多精彩人才的出产地，这一次嘉义馆呢，我们因此选择了教梯当做我们的主题。从人的角度来谈职人的精神。我们希望邀请观众们成为我们考古队的队员，然后一起在我们展馆里面踏查我们为大家所采集来的6段花莲的传说故事。台湾文博会4月16开始，伫华山文创园区展览；4月21开始，花博公园甲松山文创园区也会有展出。到25号进前，民众都会使来参观今年的台湾文博会。记者郭碧君、谢桂林台北报道。接来，咱来看纪录片。有一出纪录片，主角是3只流浪狗。纪录片从狗的角度去翕的，记录叙利亚的难民伫土耳其伊斯坦堡的处境。纪录片的主角之一是叫做草干仔的流浪狗，伊正爱伫咧伊斯坦堡的大楼顶爬爬走，常常去偷听到人类讲话的内容。导演对狗的角度看到一般人普通时的生活。伊斯坦堡自2004年开始，法律规定袂用掠或者是杀流浪狗，所以这人讲是流浪狗的天堂，数量有到10万只。香港来导演罗宝正爱这个爱狗的城市，伫2017年到2019年之间拍这部《浪浪历险记》。伊得了草干仔、娜娜甲卡卡3只个性完全无同的狗，发现因虽然无主人，不过感觉款是沦落的叙利亚难民，感情真好。
those were things that I was really moved by. That the young men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 dogs felt like to me a real reflection of a primal urge that we have towards dogs and needing each other to survive in our most difficult times.罗布深刻的记录人甲动物的关系，甲好社会拢袂记一寡所在，佫呈现一个世人的眼睛，也互这部影片特别感动人。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天气报道在来关心下半部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28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3度。外岛的温度是14度至2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竹，乡亲顺心，咱再会。